新高早，欢迎收看今日6月13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前2年是欠卵，所以卵的计少起。也毋过今年鸡卵的产量是变伤济，鸡卵已经连续4礼拜拢在落价。南部的业者已经是俗俗啊卖，甚至佮有屏东的饲猪农有证实讲有将卵摕去饲猪。台北市的卵商工会有呼吁餐饮业者，之前有用着卵的有起价，即马敢会当小降价挂来刺激买气，增加卵的销售量。靠卵煎出真水的太阳能，鸡卵毋但是早餐店爱买物件，亲像蚵仔煎也爱有鸡卵。一年外前，因为欠卵，结果卵价称悬，即马煞因为生产过济，寄出来鸡卵煞摕来饲猪。到消费者这边，我没有觉得便宜啊，我干嘛多买？你量又在那边，然后我消费者，我会觉得这样还算贵，我不要多买，那完蛋了。那就多了蛋，一定多啊！多了就拿去喂猪。要调节，不是要喂猪，是要一定要调节，不是要喂猪。卵价已经连续4礼拜降价，这礼拜鸡卵产地价甲批发价各落3块，每台斤分别落到27块5甲37块，创近3年来新低。产量伤过济，买气无好，不满贫苦，服业者有未少的压力。这边财团养的数量是比以往年多，我们台湾有个疫区也不能外销，所以只靠内需，内需的这个量已经超过12万5千6千了，7000箱都有了，这个都没有办法去消耗这个量。虽然目前鸡卵伤过济，产地甲批发价拢有降价，不过大部分小吃店的卵类餐点煞无落价。你讲无？你讲这目前卵伤过济，百面爱熟落来啊，小间袂熟啊，才讲700哇。因为鸡蛋也是调涨上架还是降价都蛮快的所以不会去动到我的价钱。餐饮业者进货计数降无偌济，佮烦恼计数会叮当，但係维持目前的定价，消费者佮因为计数无降，都袂加买，一定要解决鸡卵产量伤过济问题。我们县政府也会持续来辅导我们的畜牧场、我们的养鸡的业者，来进行我们的那个老母鸡的这个汰换，那维持我们产量的稳定。即马热天，鸡卵消费是小月，帅气好好休热。团前天气强劲，鸡卵销量各会减少。台北市卵商工会表示，目前唯一的解决办法，只有降价反映予消费者来刺激买气。记者综合报道。物件收济收少拢唔好，亲像台南白河的莲子，即马正在收成，毋过今年受气候影响，产量是无介理想。因过呢，一粒莲花头会当掰出20多粒莲子，毋过今年敢若剩10多粒尔，产量减一半，所以价小即马起一斤已经超过400以上。来台南白河区，虽然莲花无开，毋过素来都是莲子大出的季节，所以平常时啊，我有真侪民众来消费。就自己先吃吃看，先不考虑价格就对了。对了。今年的莲子好像因为气候影响，产量无理想。较早一个莲花头会当120多粒莲子，今年煞剩一半左右，量变少，相对价钱嘛较悬，每大斤已经起超过400块。那时候没有下雨，在开花的话，开花的成数会非常的不好。我们都是要靠这个蜜蜂下去授粉。在今年的话，也不知道蜜蜂不是减少很多了。我们正常，我们莲蓬有20几颗，20-30颗。在今年的话，不过剩10几颗。剩无几粒来咯，有的1粒，有的2粒。这少。就拢无啥物事。天气的关系个对啊。天气的关系。莲蓉估计减产5成左右，而且投入成本无变，产量减少，莲蓉损失嘛真济。另外，北莲子的工资起，这嘛是造成起价原因之一。比起去年每大斤差不多380块，常常使用莲子来做原料的饼品业者上有感觉。今年目前是还没有，但是因为去年的时候已经涨过一次，原本10斤是900，那涨到950。那因为原物料一直涨啊，白糖啊也都一直涨价，所以预期今年也是有可能还会再涨这样子。台南白河是莲花故乡，是全台湾上界大的莲子莲藕产地。虽然今年水情好，不过莲花产的面积嘛，敢若维持差不多200公顷。莲花花下期了后，差不多21天，莲蓉开始挽莲子，煞个拄到减产，国家工资逐年起，嘛，互莲蓉一直发无奈。记者综合报道。
当再来关心天气，今日继续受西南风的影响，各地拢有机会会落雨。要若无落雨的时，会感觉较翕较热。咱同时看云图，今日伫苗栗以南，无定时拢有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嘛有可能出现短时间内的强降雨。过到了后，大台北的东边、东半部各地山区拢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要若南部一个山区过到了后有局部大雨。今日的温度大约是高温伫32度至35度左右。气象署有针对湘北、花莲、台东发布高温特报，有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因若受西南风、沉降的影响，东南部有机会会透小风。天气真热，民众爱加啉水，唔通着沙。昨昏日本的群马县高温是已经升悬到33度。甲详细咱同齐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政府反毒品执行掠毒的专案，即马有查出化工行的头家对中国走私607公斤新型毒品喵喵的原料，佮转卖予做毒的集团。今年3月份的时，互海关掠到，加载有掠到，因为这个原料会当做出80万包的毒品，价值4亿。若3个嫌犯拢已经互收押。来看联合报。根据教育部的报告，对106学年到111学年，学校通报学生行底路上袂开，伤害家己的数量是加真多。袂少学生是因为防霸凌，转想袂开自杀。有立委即马烦恼讲 ，AI 技术会当变做别人的面，变做别人的声，有可能就出现新型的霸凌，甚至用 VR 装置虚拟性侵害。AI 若是用伫无好的所在，是真恐怖，呼吁政府爱先提出对策。来看《中国时报》，新的青年安心升级买厝优惠贷款，最近红积极讲是贴关厝价的凶手。相关的银行伫后礼拜要开会来讨论，会讨论2大重点，一个是要求贷款户爱签设计书，保证讲厝是买来要家己住的。因为第二，若想发现有欺骗，安尼所有补贴的利息拢会互讨回去。另外来关心主计总处有公布今年前4个月平均每一个人逐个月实质经常性的薪水和实质的薪水，这2项的数据拢是3年来同期头一届的正成长。过来近期继续转好，由民众薪水增加。主计总处今日公布，1个到4个经常性薪水是46105块，年增加2.39%，正好是近6年来同期第2悬。平均每人每个总薪水年增3.62%，是近6年来同期上大的增幅。伫扣除物价了后，1个到4个平均每人每个实质经常性薪水43133块，年增0.14%，实质总薪水是63482块，年增1.35%，两者拢是3年来同期头一摆转正。外需的一些需求带动之下，其实我们在经常性薪资跟总薪资的这个部分，它的增幅其实都是有一定的成长幅度。第二实质经常性薪水转正同时，台湾整体就业市场工作数需求也继续清悬。根据人力银行统计，6个全站有114万的工作机会，整体就业市场超过历史相关的记录。伫 AI 需求增强之下，也带动半导体相关供应链的成长。进一步，今年半导体上游、中游、下游的就业人才市场比2020年成长大约38%，其中半导体产业的薪水平均是在56800块。AI 人才平均薪水金额来到57000块。目前的就业数来看，全台湾大概22000个工作数是属于半导体产业的。AI 的人才需求，现在每个月也有24000个工作数，人才需求这样，薪资就会比较上涨。人力银行观察，半导体也是 AI 人才大体上拢52%的企业是无需要本科系，就算是文化商科，即要找头路人，有想要接受跨领域学习，半导体也是 AI 产业拢真欢迎。也若工业因也有过，今年规年整体制造业的产贷超过23.1兆，其中半导体产贷超过5兆，有价盈达到5兆1134亿，加写这历史新高的纪录，年成长17.7%。记者综合报道。为着模糊虚拟资产变做诈骗的工具，金管会即马是表示，按算伫今年12月底进前，政府会推出虚拟资产管理专法的草案。若虚拟货币业者爱先成立公会，公会成立了后，主管机关就会和公会有直接，无加入公会业者会互处罚。
飞机疏散创着犯罪洗钱、投资诈骗纠纷事件也常听到。为着防止飞机疏散甲交易假不事件 ，WISP 变做诈骗工具。金管会主委彭金龙早起伫立法院表示，伫国际处理佮以洗钱防治为基础，分4阶段，渐进立管飞机疏散业，预计今年12月进前提出飞机疏散管理专法条文草案。目前已经完成法遵声明之 WISP 共25家，形态包括交易所、买卖平台、实体店面、虚拟资产自动柜员机及托管系统商等。彭金龙表示，飞机货币交易有无记名、跨境加较无好追踪的性质，各国开始加强监管，只是境外北上飞机货币交易所透过网络跨国交易真歹管理。即马有2万多种的飞机货币，金管会要安怎伫台独代购等方面进行立管，也引起立委关注。不一定要在跟台湾的币商买啊，我可以上网全世界哪里去弄。假设我们的金流流到海外去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跟国外的这些政府机关做一个合作？这个确实是国际上应该要加强努力。比如说，我们希望透过未来国际组织一起来参与这个问题，看怎么解决。虚拟货币现在有22000多种，而虚拟资产是一个还在演进中的概念，还有包括它很多技术上，比如说任何人他都可以发一个币。但是它有没有价值，这要市场来认定。这也是我们常常看到很多诈骗集团，它可以用来一个很重要的点。所以这是我们未来的挑战。另外，飞机背商下第13成立工会，因过调查立会周期，成立工会了后的管理成效，甲按照落实自律规范，不良背商敢是会照出西北。有 all day 的业者的话，占的比例比较高，你期待他弄出什么样的自律规范呢？工会成立以后，也是我们开始纳管的很重要的步骤。这个法务部主要的合作的单位就是币安。不是法务部找的，是那个检察机关找的。彭金龙表示，工会成立了后，等于主管机关甲业者有对话窗口，会立立自律法则，也会对无登记的背商扣刑责。预计伫12月底进前提出飞机疏散管理专法条文草案，后手会办理法规有课公听会，各依各界意见进行调整修正，明年6月进前将这个专法草案报院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屏东的马家乡沙拉湾水墙第三中道发生堵水的意外，是一个34岁菲律宾查某移工，伊伫耍水的时无细致滑落水，消防人员赶去救，5点钟后有找到，已经不幸过往。屏东县消防局拜沙中道接到报案，有3个菲律宾籍游客到台湾村的沙拉湾水墙佚佗，其中有一个查某人无细致落落水，马上出动5车10个人去调找。15时17分，消防人员抵达瀑布处。16时36分，以空拍机确认溺者位置，人员随即下切接近。17时43分，将溺者拉至岸边，已明显死亡，后续交由警方处理。根据了解，游客有3个人拢是菲律宾籍，受邀到马家乡台湾村附近水墙佚佗，想要到屏东山区最近一直落雨，结果溪水暴涨，37回族人去初步熟悉地形，和串流的溪水冲走。附近民众看到赶紧报案来救人。内埔警分局表示，沙拉湾水墙伫马家乡旧台湾部落进入山区爱申请入山证，不过这摆3个人拢无申请。部落族人是表示，最近山区拢落雨，而且沙拉湾水墙是部落圣地，当地人是较袂去这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科威特的万家夫妻主题。新闻恩文林朋友。也那美国法院的陪审团6月11日时是裁定，总统拜登的后生亨特因为贩毒、非法买枪、佮无老实3个罪名拢有成立，相当会互关25年。伊嘛是头一个伫任内假日逝世、互判刑的美国总统。也那拜登即马要拼连任，亨特的定罪嘛有可能会影响伊的选情。美国总统拜登的后生亨特·拜登11日伫家乡德拉瓦州的威明顿出庭，互陪审团认定违反防止毒瘾者持有枪炮的法律，宣布3项罪名，包括对持有联邦政府销售许可的枪械店员讲白贼，向联邦机构提出枪支申请的时阵做无实在的表达，也甲第2018年10月12至23有毒瘾期间，或者是使用毒品期间持有非法取得的枪，全部拢有罪。判决创下美国历史上头一个在位总统的子女判有罪记录。
No one in this country is above the law. Everyone must be accountable for their actions, even this defendant. 亨特拜登3项重罪会面临上悬25年的徒刑加75万美金，超过2400万台票的罚款。对这代志，拜登嘛发表声明，表示会接受判决结果，搁伫囡仔考虑上诉的时阵，继续尊重司法程序。The president has indicated already he will not pardon his son. I think his family has been through a lot. Based on what I read, what I saw, sure he was guilty. 拜登在伊特别改变行程，坐专机前往家乡，甲亨特揽一个。拜登伫出席华盛顿举行的庆忌管制组织峰会表示，要严格调查郭伟庆的背景。We're not stopping there. It's time once again to do what I did when I was a senator. Ban assault weapons. 81岁拜登一生悲剧真济，伫一届车祸先失去伊的情某甲查某囝，大汉囝尾仔嘛得着脑癌过身，即嘛细汉囝可能面临加禁。做爸爸的拜登的烦恼是当然的，为着避免家族形象搁再受伤，亨特伫车闸出庭的时阵放弃定相答辩。不过亨特的官司一定会变做拜登甲川普6月27头一场总统辩论攻击的目标，是毋是会冲击拜登连任的路，也有待观察。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伊朗法国总统马克宏是宣布要提早举办国会选举，即马伫法国各党派拢在互相结盟，想办法要摕到胜利。右派共和党想要打败现任马克宏政府，要和极右派合作。也毋过左派这边嘛要做伙推出候选人，只是讲总统马克宏的复兴党，因目前民调的支持度敢若19%，想要继续换头，要继续执政，可能真拼。J'ai pris mes responsabilités dans un moment très lourd, très grave pour le pays, où la France est menacée par l'alliance honteuse des Insoumis. Oui, oui, oui. Vous ne méritez pas le nom qui est inscrit sur votre façade, monsieur. Votre diatribe m'honore, madame. 迄出共和党应该甲极右派国民联盟合作组长的西奥蒂，全方结束转来到巴黎市区的东部大楼，除了互媒体包围入门以外，也互历史政党议员解骂。连续右派共和党毋但是法国的老牌政党，更加家俄罗斯第5共和建立者戴高乐传统的继承者。将今年要跨越政治光谱，甲过去40年来为着防堵极右派所设的警戒线甲扭乱，因讲互整个法国真惊惊的失望。Mais parce que le RN aujourd'hui est à un score qui est historique, les Français parlent. On ne peut pas ne pas écouter les Français qui disent aujourd'hui que l'opposition au macronisme, nous on est opposés au macronisme, qui disent que c'est la première force d'opposition. Donc moi je crois effectivement qu'il faut des alliances. Vous êtes plus opposé au macronisme qu'a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Bien sûr, bien sûr. 西奥蒂的主张自然伫党内引发真大的批评，对国会到地方拢有党员跳出来是叛徒爱走，也是叫伊脱党。出身共和党伫马克宏政府担任内政部长的达马南是讲，西奥蒂的主张是戴高乐家族集体，并且甲伊甲离间进前甲纳粹德国签署的慕尼黑协议来做比较。不过另外一方面，国民联盟党总调勒庞是侮辱西奥蒂的勇气甲责任心。马克宏宣布提前举行国会选举了后，左右各党各派随即采取合作的政策来争取上段胜利。社会党、绿党、共产党、极左派、法国不区在暗时也达成历史性协议，组成大左派联盟。每一个选区共同推派一个代表来参选，要拼多数席次。欧洲议会选举了后，上新的民调，国民联盟支持率有34%，马克宏的复兴党只有19%。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镜头来去印度，印度即马是兼顾工作佮家庭。公视新闻台是同朋友。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之前黄仁勋来台湾的时，回答 NVIDIA 期待是超过苹果公司，成做全世界第2大的公司。也毋过因为苹果伫顶日有宣布要甲 AI ChatGPT 放入去 Siri 系统了后，因的股票继续大起，甚至已经超过微软 Microsoft， 即马已经变做全世界上大间的公司。来看7大工业国集团 G7 的领袖峰会，今仔日会伫意大利举办。根据路透社报道，峰会会讨论中东也有乌克兰这个问题。泽伦斯基嘛去参加，其中上受关心的是，敢会甲罗西亚和西方国家冻结的资金摕去援助乌克兰。另外一个焦点是，高中方志哥也主持一场人工智慧 AI 加这有关的讨论。来看
继续看中国生产的电动车，因为有中国政府大规模投入资金来补贴，有这优势。因为即马伫欧洲的市场就出现无公平竞争的声音。欧盟执委会伫昨昏对外宣布讲，打算对7月初4开始，要对中国做的电动车会另外加扣上济38%的关税。这个做法恐怕引起另外一场的贸易战。继续关心咱台湾这个货轮飞鸿轮，昨昏伫高雄港的外海爆炸导火，船顶12个船员有3个人受伤，有2个人伤势较严重，由直升机赶紧送去病院。也若导火原因还佫调查。火尾船舱烧出来，也有真大火焰。这只伫高雄港外海的台湾籍货轮飞鸿轮，12早起8点外不明原因爆炸导火，至少3个船员受伤，其中2个人伤势严重。空勤总队直升机赶到现场，把伤势严重的2个人吊挂就医，福家载人到院前意识清醒，无生命危险。左前背的极表面积7%的1到2度的烧烫伤。那另外一位印尼籍的呢，这是右前背、右耳还有右边的躯干部分，大概有15%1到2度的烧烫伤。这只货轮包括船长在内，拢总12个人，10个台湾籍，2个外国籍。去救援的海巡署表示，2个伤者吊挂了后，货轮有个倒起来现象，所以船长决定放弃船。海巡舰船抵达现场后，货轮火势虽一度控制扑灭，但9时许又再度复燃。考量全体船员安全，货轮船长决定弃船。船顶出来的10个人由海巡舰艇全部救援，扣完了后，甲最后一个伤者送医。院方表示，伤者双手面这部位差不多30%烧烫伤，意识清醒，救治了后会带入去烧烫伤中心。若是货轮导火原因，要搁做调查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伫初九的时，有一个中国退伍的军官驶船冲到淡水河口，引起国安的危机。国安局长蔡明安昨昏时表示，真侪代志即马爱调查，包括伊的动机，也佮伊的背后敢有中国在使用。另外，行政院长邓英还是表示讲，政府会检讨，会加强国安设备，也佮防范措施。前中共海军艇长中国籍姓吴查某人顶日驶快艇浪入淡水河口，中间有50分钟的浪旁，海巡署无通报，行经真伪疏失，爆出国安看旁。国安局长蔡明安昨日表示，有真侪疑点爱厘清，针对当事人来台动机进行全面侦查。中国国台办表示，单纯是姓吴查某人个人行为，台湾无必要四国拢是兵，会对伊进行处罚。那从国安的角度来讲，我们不能够排除任何的可能性，特别应该要针对当事人的来台的动机，以及背后有没有中共的操作来进行进一步的了解。也毋过开始约8600多万，建议全方位模式甲感情的环岛智慧型环制监控系统，说好一人一艇顶岛上环，流轨质疑独行海防监控做无好。姓吴查某人也对作战参数海上油料来台所需要时间甲路程拢有充分了解。那背后有中共指导，代表强军掌握咱国国安的看旁。以海军的任务来说，其实他这个作战任务已经完全成功，很多都跟他们的陈述的内容有吻合性，所以我们就不禁要怀疑的，这是不是背后有一个比较有组织的、有系统的规划，透过水上载具来到我们外里岛或本岛的这个周边的水域或码头，来靠近我们的国境。为中共无人机浪金门岛团单，到前强军驶快艇蔡明安分析，无排除是铺设地带清了。行政院长邓英台表示，后续会检讨各种必要加强国安设备、国安人员的防范措施。这2天发生的事件，我们已经深深感觉到国人对像淡水被渔船入侵事件大家的忧心。除了希望你们不气不馁、再接再厉之外，那这件事情也要向社会做明确的交代跟说明，责任要清楚，处置要明快。针对安怎保障国安看旁，蔡明安指出，加强情报部署甲通报机制，海巡署长刘忠良强调，无做好相关的反向对峙通报，会进行检讨。记者综合报道。
因为海巡署是前党籍的辛德南出海去执行35天西太平洋公海渔业巡护任务。有风看到讲，咱这只军舰停伫美国的夏威夷进行，这嘛是2011年了后，美国是搁一摆允准咱的军舰停伫遐，因为月底拄好是环太平洋的军演时机真敏感。有学者就分析讲，无排除咱海巡人员有机会去参加相关的海上搜救演练。台美深化海巡合作，海巡署4000党级巡防救援舰辛德南出海执行35天的西太平洋公海渔业巡护任务，伫夏威夷出现停伫丹香山港内警报。根据 AIS 准假定位系统显示，辛德南5月29为台湾出发，6月1日进入夏威夷丹香山港。海巡署完好证实，这是例行的任务。那么现在我们4000吨的新竹舰，它续航能力更远。而且它有装备医疗专业人员跟设备，所以我们指定调派它来执行中西太平洋远洋巡护。海巡署表示，辛德南当地执行今年第1届中区太平洋公海巡护。根据了解，辛德南巡护任务重点除了中西太平洋公海作业区，嘛要拓展海巡外交，加强友好情谊。学者分析。台美伫2021年签署设立海巡工作小组了解备忘录，双方强化保护海洋资源，打击非法渔业活动。所以美方伫2011年了后，搁再互咱方停靠夏威夷警报，有希望互台美海巡活动走向制度化。在印太地区，你为了应付这个中共的这个所谓的海上的灰色地带冲突，那海巡呢，在这个地方的角色可能是越来越重要。所以双方在这个基础上面是可以有很多这个很好的交流。那特别是台湾可以这个跟这个美方交换很多在这个执法上面这个应对这个灰色地带冲突，那这个长期以来这个跟中共在海上交手的一些相关的经验。另外，环太平洋军演月底上场，项目包括海上搜救，台湾今年也是无法度参加。不过学者是讲，无排除海巡人员去参加外围的演习。若是美方防范中共犯台，传出有意伫台海部署无人机地架，拖延强军侵台节奏。国安单位表示，会加强甲国际友谊的情资交换。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总统赖清德已经核可行政院针对国会这款法案提出复议，立法院上紧伫后礼拜6月18会进行表决。即马民间团体就宣布讲，因要侵入南洋的选区，参在地民众来讨论这个法案。在地对话，全国串联。在地对话，全国串联。发起一切招行动，关心国会改革法案的民间团体，搁在回到立法院门口宣布后一阶段的行动。针对行政院对相关条文已经提出复议，民间团体也把握立法院中审议决进前的这段时间，要伫各地头举办街头对话，尤其针对国民党立委的选区，希望甲在地民众对话。蓝营的选民选区来对话，希望他们能够了解现在国会正在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会有国会滥权法案，进而希望他们可以影响他们选区的立委，来改变接下来复议的结果。民间团体表示，伫邦桥、淡水、基隆的对话伫活动，也会邀请在地的国民党立委叶冠之、洪明凯、林派雄来参加，希望面对面对话。因为要侵入南洋的选区，民间团体也做好准备，希望用多元的方式，让民众了解因对国会改革法案可能造成滥权的疑虑。当然，我们也有非常多的讲者，我们有行政法的讲者，我们有一些律师的讲者，甚至我们有一些在桃园在地的一些从事各种艺文也好、地方创生也好的这些领域的讲者，来去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去分析、来去讨论。民间团体希望透过家己的力量，让各地头的民众会当了解国会改革法案对社会的影响。另外，国民党为15开始，也会伫每个县市举办宣讲，宣传国会改革的理念。民进党讲，因为14开始，也会开始去地方宣讲。未来这礼拜，朝野甲民间团体，拢要去地方甲民众对话，宣传家己的理念。记者郭明林玉凯台北报道。来关心台北市立第一殡仪馆使用超过1甲子，昨昏已经开始拆。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未来服务的量能会转去第2殡仪馆，若在拆的数量，抑个冰柜的数量，拢会比本地的抑个较济。未来这块地拆线会先摕来做绿地，也是停车场，听各界意见了后，才会看要安怎用。台北市第一殡仪馆
圆满落幕大吉。有一架指历史的台北市立第一殡仪馆，12早起听景行庆的看板，宣告行入历史。台北市长周万安表示，拆除作业一定要5个月才会当完成。但拆完第期会先甲台北市立第一殡仪馆做临时停车场甲绿地，嘛会收集各方甲地方的需求，做台北市发展的长远规划。若是一边的西边甲东北角是私人土地，未来敢要征收，目前爱阁做整体评估。礼厅的总数有28厅，其实加总起来是比一宾跟二宾原本21厅还要多。宾柜我们也增加了300多个柜位，总数来到1314。所以整体来看，量能是足够，但是从一宾衔接到二宾，我想这中间当然还是有一个过渡期。居民都是非常接受说这个一宾要拆除，已经梦想了已经50几年，将近60年了，所以说他们宁可回归金不要，但是就是要把这个一宾拆除掉，把在附近把它热络起来。那我们建议是，我们里面说的建议就是要做商办大楼。值得注意的是，台北市立殡仪馆即马进行拆除作业，按照当地房价甲3年前比起来，一平起到76.9万，起11.7%。不过交易量刷落45.3%，房仲专家点出关键原因。一边拆除了，不过因为殡葬业者还是会继续在这里营业，周边的物件的潜在买方其实相对的稀少，交易量其实相对其他区域而言是相对的这个冷淡。虽然目前量能拢转往二边，不过当地另外交通也甲停车场敢有够，也有待考验。若是一边未来是毋是会改建成社会主题，还是长照中心？目前台北市政府也搁咧评估，还未对外公开。记者综合报道。台语文看榜来关心，为了补充本土语的师资，教育部有同意讲学校会当做伙请本土语的老师，嘛鼓励即马有在教册老师会当去考台语认证。也毋过对老师来讲，爱哪教册哪准备考试大头真重，因为意愿嘛无啥悬。但是学校和学校做伙请一个老师，嘛有真侪困难。今仔日个台语课总体检，就带大家咱做伙来关心本土语的师资伫现阶段是拄着啥物问题。粉粿，最近是毋是较流行饮料内底爱掺粉粿？随洪各港的学生当咧上台语课，上台语课的老师，伊嘛是这间学校的国文老师。即马大部分学校主要是鼓励家己的老师去考台语认证，毋过老师讲爱教台语，佮爱国本科，大头有影加真重。因为本科国文伊的教学的负担其实也已经足重的，因为是爱考试的，所以佮去准备台语课程的时阵，我感觉确实是会有一个负担伫咧。请问下面倒一个选项？110年教育部修改课纲，针对本土语，高中1年啊、2年啊，每礼拜必修1节课，高中增加必修2学分。对111学年开始实施。本土语新政策对公告到达已经2年半，台语师资敢有够，有缘受到讨论。虽然教育部讲会当甲别间学校合并台语老师，毋过随洪各港的教务主任讲，实际上真歹处理，因为若要合并，是倒一间学校爱负责开名额。占到他学校一个时缺，但这些时缺一般学校都是希望聘的这些老师应该是伫咱下来完全支援咱下的教学。学校要合并台语老师，向来开名额无好瞧，事实上连代理老师都真歹找。是到第5摆，老师才来，就再找一个。因为本土语是自由选课，佮加上即马囡仔生了少，第4班级少无够时数。大部分学校唔加聘台语的正式老师，台语师资培育的速度嘛无够紧。根据教育部的资料，全台湾认证有过中高级会当教台语的限制教师，11324人；经过教育机关认定的台语支援教师3331人。目前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台语师资拢总14655人。毋过，根据教育部112年公布的数据，111年度国小家族台语专长敢若4人，国中、高中有台语教师证敢若121人，
显示专业的台语师资大大欠缺。补助还是讲来推动台语伫个校园内面，大学的校园内面有台语的环境，安尼才会当有较侪学生会当较熟悉台语，伊才有可能去做台语的师培。台师大台文系的系主任认为，讲要甲台语师培的人数求好悬，上紧的办法就是让台语进入大学、进入生活。照目前台语师资三大管道。跨校合并，鼓励现职教师考台语认证，台语教师争取开阔，能力甲专业度拢要有改善的空间，因此教育部爱赶紧处理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语言是文化根，文化新眼界。咱来看，中华有一个93岁国宝级车古镇的艺术，或者是雕勇，伊对10月份就开始。甲爸爸学车古镇，伊是中华县无形文化资产传统表演艺术队车古镇的保存艺术。伊嘛是咱全台湾头一个登录做车古镇的保存者。有细汉学生囡仔专工来拜访老师，看伊表演嘛体验车古镇，嘛希望互囡仔会当了解咱台湾这项传统表演艺术。手提开线学阿婆仔行路，佮阿公吐拐仔，甲大家人家笑开开。这位是93岁国宝级车古镇艺术是雕勇，搬什么成什么的功夫，也和头摆看到车古镇的囡仔人真钦佩。阿公扮演的这个角色很像，所以我觉得很厉害。我以前没有看过车古镇，现在看阿公这，我觉得很有趣。车古镇是一项结合音乐、舞蹈、戏剧的表演，是雕勇艺术10月份到第8把学车古镇表演功夫10层，是中华县无形文化资产传统表演艺术类车古镇的保存艺术，嘛是全台湾头一位登录做车古镇的保存者。台湾传统技艺推广协会就和学校合作，带学生来拜访艺术，认捌车古镇。咱这车古镇就是爱唱歌。啊，佮爱是俩有咧讲话才用。这车鼓是属于南管的，南管拢有这个地脚。啊，伊这地脚的时呢，伊伫咧跳的时阵，伊就爱唱这个南管曲。车古镇足侪人无熟悉，想讲利用这个时间，阿公会使互动啊，做伙讲笑笑啊，下囡仔知影讲，这车古镇是遮么无简单的代志。学校表示，有这边的拜访经验，未来要让学生创作一本是雕勇艺术的绘本，甲国宝级的车古镇表演一笔一画记录落来。我来祝各位大家身体健康，满面春风，祝你运动五代同行，嗨谢谢。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古早话咧讲，田头田尾的土地公，一个庄头拢有真侪间土地公庙。咱就来看新店的暗溪，过去才是农村，也过因为伫山内庄头较散，所以大大细细的土地公庙加起来超过30间。当地的文书团队为着要互少年辈会当来了解这个文化，应用3D 的摄影记录庙和文物。也佫有配合 AR 甲实景地图，用上新的科技来展示传统信仰。手机扫一个文物就出现伫咧荧幕内底，毋那相片佫会当放大缩小360度灯咧看。这是新店暗溪文化工作室规划的土地公 AR 展览。俗语讲田头田尾土地公，是因为农业社会做田人敬拜土地祈求好年冬，所以会伫田环边去土地公庙来拜。但这个文化因为产业变迁，伫现代社会是较少互人重视。为着使更较侪人来了解传统信仰，文书团队用上新的科技，透过3D 摄影记录文物，结合 AR 甲实景地图来展示在地3间土地公庙。因为即摆科技技术发展都足好的啊，咱全扫描出来，就会使看到甲现场的同款的物件，伊的大细啊，咱就会使看伊的迄细节，互大家都像伫遮，就敢若伫遐现场同款安尼。文书团队讲，暗溪过去是农村，加上伫咧山沟庄头较散，所以大大细细总共有30多间土地公庙。因发现透过考察庙内面的文物，会当看出产业甲在地变化，对土地公的信仰也会当互大家熟悉地方。想要互咱少年辈较知影讲，原来咱住遮有遮侪土地公，代表咱的庄头的发展吼。可能古早时代是种田的哦，田头土地公，尾也因为咱遮起厝，因为咱遮有一寡新的移民，所以换做即摆看的大庙安尼。
另外，因为过去田头田尾的细间土地公庙通常是居民家己起的，所以团队嘛做出一个1:1的模型，互民众会当体验起庙。因讲上主要是希望用多元的方式，互大家对传统信仰甲地方产生兴趣和文化来延续。记者王可选、柯秉哲新北报道。欧洲国家捷克有一个对外交流正重要的机构，叫做捷克中心。因伫全世界有28个所在拢有，若咱台湾会是第29个。明仔台北捷克中心就要成立。伫成立之前，国立台湾博物馆参捷克国家博物馆有合作，伫咱台湾展览捷克正重要的社保文化，要用文化来互相交陪。演刷标起的城堡有偌名壮观，为这个模型就通看出来。城堡是欧洲国家捷克的重要文化资产，各部分城堡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做世界遗产。国立台湾博物馆参捷克国家博物馆交流合作，伫台湾博物馆展出捷克的城堡文化，其中也包括这寡中世纪的贵族、国王使用的物品，以文化来参台湾交朋友。Czech castles belong to the Czech culture and Czech national heritage as much.As the Taiwanese temples, my favorite is Chenangon. 借由文化的交流，促进彼此的认识，进而找到共同点，塑造共同的价值。唔但以展览交流，十四台北捷克中心也要正式成立。捷克中心是捷克对外交流的重要机构，唔但向其他国家展示因的文化，也加强因甲友邦的关系。目前全球有28个捷克中心，台湾是第29个。因为捷克并无去中国设置的机构，就外国媒体指出，说台北捷克中心可能引起中国不满，但是捷克参议院副参议长看法无同。I don't see any problem in strengthening our cooperation in culture, in business.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first-plan politics. It's our expression of our friendship and long-term cooperation. 捷克副参议长表示，设立台湾捷克中心是要继续加强双边的文化商业合作，这代表台湾甲捷克的友谊愈来愈好。因那文化部是表示，接落来国立台湾博物馆也会准备展览，早到捷克举办，用文化互相交陪，甲因做朋友。记者龚林玉凯台北报道。AI 科技即马是愈来愈发达，高雄轻铁嘛利用 AI 利用5G 甲通讯影像也个资料做整合，打造全台湾头一个5G 智慧轨道应用整合平台。那会当掠到无路卡的人，佮会当知影讲铁机路顶悬敢有障碍物，会当赶紧通知航控中心，避免意外发生。轻铁头前有几台汽车倒滑，荧幕显示红色的警告，驾驶就随知影头前的状况。这是轻铁上新的技术，电视业者甲 AI 5G 的技术甲轻铁结合，唔但当控制各大广播。上重要是，准讲有人轻松走入去铁机路，但是距离列车100公尺，机器会以声音、色水变化来分别，甲影像翕落来，通报予后台甲驾驶，降低车祸发生。各种的测试，即时 OCC 也得到的情报，它也得到情报，它对于防止避撞或者是说减速或者是提速，它都有帮忙。除了监测轨道的系统，因为轻铁是民众自由旅客就落车，无固定验票人员，惊讲有人会无旅客坐免钱的车。电视业者表示讲，即马有5G AI 会当随查出啥人无旅客，影像会传去查票人员的手机啊，伊就会当去验票。使用几个月时间，到达嘛提升30%补票效率。站务人员的工作量会降低50%，然后我们在整个 AI 的辨识跟预测方面的准确度提升到90%，然后在检票验票的人员的工作量也会降低30%。目前这项5G技术，敢若伫观光客上济5个轻铁站40号公营码头甲44号蛤蟆新站咧试验，另外嘛伫2台列车顶悬设置互动的系统，特别用会过光的背板，佮有景点的导览，嘛会当耍游戏，互民众坐轻铁加真济趣味来带动观光。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
镜头来新竹总面积超过3公顷的新竹市千甲空气品质净化区，过去遮的环境是真垃圾。落尾呢，经过里民同齐合作去整理去拼，这几年也已经成做当地人去散步去运动的好所在。因为园区内底有种白加油，所以嘛成落脚区去遐生态，即马嘛变做囡仔人伫户外的生态教室。囡仔看到这么多落脚区，欢喜甲笑嗨嗨。新竹市千甲空气品质净化区，这几年因为里民做伙顶真照顾，环境愈来愈好。今年阁起上百只落脚区来这探景，成功变成活跃落脚区的生态基地。看到几只？很多只，没有脚的是女生，然后呢有脚的就是男生。这几年啊来吼，我整理甲吼，阮遮后路啊草啊，垃圾拢无去咯。啊，然后吼，这一寡足侪植物的，啊植物吼，拢会当吼阮带孙来佚佗。因就爱来遮徛自然车，因为这里环境变啊就好诶。那空气嘛就好诶。空气嘛就好诶。当地里长讲，目前当时落脚区探景的季节，真欢迎大家来遮佚佗。不过提醒民众，看的时阵除了爱轻声细细，更较重要的是，千万唔通甲落脚区掠登去饲。独角仙应该有几千只吧，几百只吧，因为他们现在还有的还在这个生小孩中。那当然大家也要呼吁大家要好好的照顾，不要去碰触它，也不要把它抓走，这样才可以让更多的市民可以前来欣赏。新竹市环保局指出，目前园区内有种300多丛的树啊，但年会当减碳挖5公吨，也成为学校进行生态教育的自然环境。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落脚区看煞，咱来看枪。泰国有一只枪伫顶咧拜五生双生仔，生出一只公的，一只母的。枪母唔知影家己生双生仔，险险啊，甲其中一只囝打死，加在工作人员赶紧出面阻挡。像我囝我伫咧树木边啊，伫咧冲凉，看起来真古水。泰国第2首都大城府顶礼拜五，树木是一只公的甲一只母的2只古水的青蛙囝。不过这母的青蛙囝生的过程有点惊险，伊差点互树木打死，因为树木唔知影讲家己生的是双生仔，有2只青蛙囝。36岁亚洲枪贾母助理，伊生的是80公斤的公的青蛙囝。无到20分钟了后，60公斤重的这只母的青蛙囝也生落啊。贾母助理无生过双生啊，当时以为讲后壁生的这只青蛙囝是入侵者，是时间真歹来攻击这只青蛙囝，大家去换来甲青蛙囝拖走。Of course, the mother attacked that baby because she'd never had twins before, because it's very rare, and that had caused her some pain, so she was attacking it. 边仔伫咧看饲这大象的工作人员看到了后，赶紧来阻止这象母。不过过程中有人互象母打到，不幸受伤。刚才要让象母停落来，青蛙囝也平安无代志。虽然象母已经接受家己生2只青蛙囝，也来按照泰国习俗，2只青蛙囝会等到出世7天了才号名。公视新闻齐婉玲编译。也若伫第2中部的海岸有一种徛鹅，或做红氏徛鹅，数量是减真济。今年甚至只有1对徛鹅有生团，即马已经有绝种的危机。专家就讲，因为禽流感加上性能现象，佮有海洋污染这问题，徛鹅生存已经受到真严重的威胁。生长伫南美洲第2沿海的红氏徛鹅，是少数会当伫寒冷洋流经过热带地区活动徛鹅。红氏徛鹅生态地主要分布伫南美洲第2甲秘鲁海岸。红氏徛鹅伫保护现状分类风蝶鱼强要消失的物种，目前现存族群大约32000只左右。Fue como la tormenta perfecta, porque fue la gripe aviar más el fenómeno del niño, que desplazó toda la alimentación hacia la zona sur y por lo tanto en todo el norte de Chile la reproducción bajó casi a niveles 0 y además de eso murieron muchos pingüinos por la combinación de gripe aviar. 受到外界环境影响，红氏徛鹅的繁殖交配数量，为去年的842对，降到今年只发现1对。过去几十年来，红氏徛鹅已经成做生态旅游的焦点。即马多数的徛鹅拢伫保护区内繁殖，各个动物园也拢会当看到因形影。公视新闻陈伟仁编译。天气报你知，咱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
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有3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3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有35度。外岛的温度25度至31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